元朗大型狗拉里咬死兩隻細狗事件，最錯最仆街莫過於大狗嘅主人。件事大肆報導，街知巷聞，出咗事唔即刻出嚟應頭，直至被拘捕就扮無知，然後扮無辜，一句自己返咗工就乜都唔知，然後加多句有圍鐵絲網係拉你自己掘窿偷走出去，就講到唔關佢事咁，又話唔知漁農署講嘅處理係咩意思，仲有咩意思啫？唔通帶隻狗去做美容啊？唔知咩意思你唔問？唔問又簽紙棄養？冇事就想要隻大狗看門口，有事就割隻棄養。最撲街係隻狗上個月先偷走出去咬傷隻哥基，既然係偷走，你做人稍為有少少責任心，你都會做好有效嘅措施，唔係話塞幾嚿磚頭落去就當搞掂，係要確保拉你偷走唔到出去，就係你間接累到兩隻狗仔慘死。其實拉你都幾慘，有報道講啲鄰居話狗主好少放狗，咁大隻狗長期韞喺間屋度又冇得放電都幾陰功。應唔應該將拉你人道毀滅有唔少爭議，但將你個撲街狗主人道毀滅，相信全港贊成。